国内108课纲的重点是要消除学生压力，鼓励多元学习培养素养。不过，108课纲实施了后，全台湾文理补习班的数量却颠倒增加960间，这代表社会风气依然是正注重成绩。 今年高中级免考试入学录取率超过99%，不过会考犹原正重要。大学主要入学的个人申请先看学习成绩，因应各高中生拼升学，台北市南洋街周边要是真侪文理补习班。既然是少子化，精英的规划，那是不是我毕其功于一役？看孩子缺什么，我补什么嘛？我觉得这个是家长的心态，也无可厚非。 北市补教协会指出，一共这本实施这侪年，要是有家长烦恼学校一个版本会无够，到10月11为止，根据教育部统计，新课纲实施了后，全国文理补习班增加960间。现在很多的补习班在做一条龙的做法，甚至现在目前来讲，甚至国中安亲化、高中安亲化，孩子就一个，所以呢，到补习班除了 授课之外，还要跟他好好的照顾，对他的生活起居跟家长的互动，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教育部表示，文理类补习班108年到113年有小可增加，是因为受少子化影响，家长愿意用较侪时间关心囝儿的学业。也若文理类受国校学生的补习班占60%，咁就是小学生也有升学的压力。教育部讲，补习班准则103年修正了后，只分做基艺和文理，因文顶顶直接来做文理类，这部分暂时无分析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